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是高雄第7选区立委的选战，来看国民党的候选人张义中大跳着抖音中国庆红的舞曲科目3，结果民进党的候选人柯志加甲呛讲，跳这个抖音是互中国武统的不当的行为。张义中反倒当来口舌对手，参抖音的舞曲拢会当泛政治化、污名化，这个头壳是毋是也未改严？国民党立委候选人张义中和其他选区候选人，伫咧街路跳庆红的舞曲科目3顶舞区，对手柯志杰是件本土的风格。这边后置2个耍杯哈。不管跳了敢有好看，唔惊人笑，跳台语歌曲，嘛来考试张义中，敢来晓跳抖音的洗脑歌，无用参加客家音乐sen书，美曲中国武统。不愿推广台湾本土客家文化、原住民音乐，反而帮中共推广抖音歌曲，这就是配合中共的统战。连跳抖音的科目3呢，都能够把它变成政治化，都能够呢把它变成呢污名化哈。徐伯伯。你的脑袋呢，可能呢还没有解严，跟整个时代的潮流呢完全脱节了。不办方面，张义中特别召开记者会，甲呛动起。高雄市第7选区拿着两边互相相结，选战特别到政治取暖战，嘛继续在探烧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